讲到嘉义县这沙目鱼饲真济，嘉义县对8月开始就收这沙目鱼到打路。即阵啊天气变甲真寒，嘉义布地饲沙目鱼的渔民赶紧把这最后一批收起来。就渔民伫咧讲，最近的这沙目鱼的价销是真歹，赚的拢无够工钱。渔民使鱼摆啊伫窟仔内底来弄鱼，互拍生惊的沙目鱼伫水面跳来跳去。8月到11月是嘉义县沙目鱼收成的时间，渔民讲今年的价销无好，赚的拢无够成本。上悬才有40几块啦，上低才有30几块尔，所以一尾成本吼拢无够咧。咱咧食外口食吼，一尾拢爱100外咧，安尼啦。像台南遐也袂到200外咧啦。所以咱这已经拢无够成本，无够工钱。沙目鱼的产销班表示，一两当沙目鱼的价销袂歹，饲的人嘛变多，而且除了嘉义以外，台南甲高雄嘛有沙目鱼收成，加上工作的时间，佮有乌云当咧出，所以沙目鱼的价销较会受到影响。这一个礼拜鱼市场，迄一斤拢卖起来，拢剩三块、34块尔啦，后32块嘞，一斤哦。因为大家这个时节应景的鱼的那个食材就是乌鱼吧。县政府渔业科表示，嘉义县的沙目鱼主要是甲白虾、蛤蟆做伙饲的工作鱼。顶一阵仔的风台无对嘉义造成严重的损失。今年收成的量大约伫6000吨左右，所来会举办一个活动，协助嘉义县沙目鱼的推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